我哋沿住眾安街向前行，經過荃灣街市街，繼續向前行。轉右入沙咀道，沿住沙咀道向前行，我哋會經過川龍街，可以洗頭，可以染髮，洗髮、護髮、染髮一次過。轉左入大屋道，行前冇幾耐，我哋就會見到我哋嘅目標團日式拉麵啦。喺呢度我要重點宣佈一下，佢哋做到3月9號 last day， 大家同路人就趁呢2日多多支持下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推開道門入到裏面，坐落地方唔算太大，不過都係環境清潔、乾淨企理嘅。價錢就中中挺挺啦。喺呢度要講一講，因為佢哋做埋呢2日，其他飲品已經暫停供應，剩返汽水。我叫咗個黑蒜油拉麵，嚟到見到外觀吸引。首先個流心蛋一咬落去，啲汁逼晒出嚟，佢嘅湯比較冇咁結，但係味道一啲都冇少到嘅。另外要提一提大家，佢哋之前係有部點餐機係會即時收現金嘅。咁但係由於差唔多結束營業啦，咁呢部機都已經停止運作，而家淨係收現金。過嚟幫襯嘅同路人留意下啦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乜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